神農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，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小龍，過嚟睇下呢個植物，好有用噶。嚟啦嚟啦！呢個草平平無奇噶喎，有咩特別？佢叫甘草，性平味甘，歸心脾肺胃經，喺中藥入邊好常用，有溫和嘅一味草藥嚟噶。佢性平寒燥，入心肺脾胃經，對身體好溫和。原來咁有學問噶。佢仲可以止咳，尤其乾咳最適合。日常最方便就係滾水沖茶，一片就夠，簡單又有效。沖水飲可以潤喉緩急，仲能輕微補氣。平時喉嚨乾有少少痛都好適合。我都想試下。甘草仲有個好處，可以調和百藥，減少藥嘅苦味，唔使咁難飲。配菊花沖茶更潤喉，煲湯加一片提味又溫和，但記住唔好長期大量食啊，因為甘草味甘，長期多吃會滯脾，容易消化不良、脹氣噶。少少甘草，護好大家心肺脾胃。學識甘草用法，做自己的小醫生。